讲到最近这2天，真侪学校伫 Google 地图的名称互人乱改，是因为系统改名无困难，也无设宽限。北部着学校一直互乱改名，即马是讲要提告啊，高雄也有这款的情形发生。律师也提醒讲，安尼死做真有可能会犯法。所幸高雄七里林园高中 Google 地图上名称互改做是七里林园高级港业，南马溪的国强高中是互改做黄国强高中，连国小也互改名做动物园，互学校真困扰，因为网页开放任何人拢会当修改。有网友自北到南黑白母各间学校校名。这你要被看到就是很不雅，对学校这个形象大打折扣啊，所以我们已经通知了啦，只要看到随时可以更新这样啊。在后续的这个教育上面，我们也一定会在针对现场师生的这个教育，在资讯安全或者是在这个名称的使用上面避免触法这个部分，会再做进一步加强。头改校名向规划17开始，高雄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将案，也提醒各校注意，佮主动通知Google地图团队将校名更改锁定。到18下到4点进前，高雄市方头改的学校拢已经更正，新北市有学校甲市部门一定互改名发声明，讲要提告。偶尔改是蛮有趣的，对。会担心有处罚的问题？会，对啊，就感觉已经处罚。我可能要找这些学校在哪，找不到这个学校。变成一个监狱，那我会觉得蛮 confused 的。创治黑白母改学校名称，网友多数无认同，也烦恼可能传达错误信息。律师也指出，细致处罚。它可能构成刑法210条的伪造文书，或者309、310条的妨碍名誉罪，或者是358条的无故侵入电脑罪。网络上留言也是改名，拢可能顺 IP 回溯追查。律师也提醒网友，唔通一时爱耍地咧做，涉犯妨害名誉、伪造文书等罪嫌，颠倒互家己惹出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